是报道真济宝，陪是别人无。有永咱着来去世界数，愈慢愈亲着愈会甲报销。台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个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咱台湾的故事甲文化。伫个清康熙32年，也就是西元1693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台湾府有一个贡生，伊的名叫做陈毅。伊伫个即个艋舺得基书内底呢，有吟唱着一首曲，叫做“水甲贵手对金钗”。月果窈窕愈赛佳，车鼓风风南福北，通宵咱伫归场海，通宵咱伫归场海。哇，这段文字呢，记载了迄个时阵啊，车鼓真是遮尔闹热的盛况。所以啊，咱今仔日就要来讲一寡关于着车鼓阵这个民俗的游艺。咱先到阵来去看一段有关于车鼓阵历史的 VCR。咱台湾的车鼓，伊拄啊开始是为七卡戏，为七卡戏搬迄个戏的时候，单三5年的戏内底，因为古早时代要搬戏吼。砖头要搬，毋是讲重新安置咱请个有吼，无简单。这18白头的戏吼，久俺定都看推介啊，因为古早时代也无电视啦，无radio啦，所以讲变成家己个去学遐，学家己伫庙口伫遐唱，唱到尾家己来演，所以造成就是这个车鼓慢慢伫安尼庙口慢慢形成，就是其实是一种仿冒迄戏曲的节路来演，来个插歌安尼民歌系统，像桃花过渡啦、环保人这，咱慢慢种形成一个400年来慢慢形成一个表演的模式。这个是咱台湾车鼓一个元素的上基本的起因。咱台湾车鼓的表演模式，伫古早时代拢是查甫咧跳啦，毋过查甫有一个找一个面较瓜子面的，换做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先伊去借砖头内底主人的衫来穿，就变做查甫，就两个伫遐耍伫遐跳。像赛的歌啊，伊就变成两个段、两个角，有当时也两个段、一个角，拢会看伊表演的曲目、曲目。来做一个分配，毋过上基本也是一个段一个角。安正看大部分拢一对，迄个阮拢提示，一对对囡仔来讲一个好处，伊咧跳的时阵会行的走位的骹步开始较济，所以安尼较用4个人来跳。你若2个人跳，敢伫遐行来行去，变成会感较舞步啦动作较差，较无。感觉看到尾也感觉较无聊，做用按用4个段，所以一般来讲，按拢用4个段来，迄个2段2角来跳，会字啦、走位爱当互舞台表演开效果较好。咱伫拄则 VCR 内面所看到的，有介绍着讲，咱这个车鼓阵伫咱台湾差不多已经有较我要400年的发展咯。对这个农村的时代呢，发展到今吼，原本是一个歌舞的小戏，嘛真趣味、真深色，伫咧民间嘛真流传。但是呢，为什么到即马现主时的这个5花杂色的社会中间，却慢慢来衰微去呢？这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呢？咱下面再过来详细谈。当然啦，咱今仔日先来欢迎着咱今仔日的来宾吼，是咱林园国小的林宣佑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咱线尾国小车鼓阵的教练李秀银老师。大家好，我李秀银。老师吼，你是当时是什么时阵去接触到这个车鼓阵？
这车固定按囡仔时阵会看人的闹热，啊，看到这闹热，一般阮囡仔嘛拢爱看舞阵啦，啊，对这种文阵按着较无咧注意。所以讲这个文阵甲武阵吼，啊是大概是安怎分啊？文阵个一般按着唱歌跳舞，啊，武阵个有拍锣甲迄个讲锣鼓这个部分。啊，你去接触到这个车鼓阵？哦，这是我为迄个国校调去线尾国校了，一个民国81年吼，迄政府咧推广一校一特色，是一校一特色啊，因为按线尾社区有车鼓，啊，迄个黄玲安校长甲引来即个线尾国校，啊，等下我93年，民国93年调去迄个线尾国校时，因为即个业务我的，啊，所以我也对咧学吼，啊，种慢慢去甲研究，啊，感觉即种趣味吼，啊，即种传承，啊，从安尼接受来开始来研究到今啊。啊，是啥物款的因缘，你会去接触到这个车鼓？好多好社区校长叫社区的爸爸，迄个师傅过来遮教，啊，我拢看因咧学，是安尼。哦，哪学啊？对，自这个师啊变做师傅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吼，咱讲到这个车鼓阵，咱头拄啊美食内面嘛有看到这个咧表演咧展现嘛吼。啊，到底这个车鼓阵吼，是安怎会安尼号名？啊，到底是车伫倒位？啊，鼓是伫什么所在？因为按即马语言拢改做北京语，是啊，第二项伫文字按若是看到车也有鼓，啊，其实即个车是按台语的照音字，即个车讲啊，即个咧伫遐车漆啊翻人这个意思。我知车把柄的意思。车把柄的意思。哦，就是讲咧表演的过程中间会来车过来车过去。嘿，啊，不过阮伫即个研究的过程中，按若发觉伫咧。带囡仔咧表演，发觉伊即个鼓就是按讲水银鼓啊、高音鼓啊的鼓，所以车鼓拢是咧讲表演的动作的一个艺术。原来是安尼，看无车，啊嘛听无鼓，就是迄两字是照用的字啦，原本安尼写，因为其实迄个年代大家看这个表演真深熟，啊，就想讲要去形容讲这个表演要去甲号名，啊，都有咧车来车去啊，啊，还有人伫遐鼓啊，所以讲这叫做车鼓阵哦。车鼓甲跳鼓敢若是无共款的物件对无？啊，你会当甲咱简单介绍讲这有啥物差别？车鼓甲跳鼓伫按南部吼，阮是有分呐，啊，伫中北部吼。车鼓甲跳鼓无咧分，因甲车鼓当做跳鼓。啊，跳鼓一般安尼看到囡仔吼，排一个迄个小鼓，啊，举一支细支娘线伫遐摇，啊边有4个铜锣伫遐鼓，迄种说纯粹迄个以即个阵势来摆，所以迄是安尼讲的跳鼓阵。啊，嘛有人讲大鼓阵，啊有迄个迄个伫中部遐有人讲花鼓、人花鼓，啊，所以讲即种拢算是武阵。啊，车鼓因为即个名的关系，所以会分袂清。啊，其实车鼓真正是一个唱歌跳舞的小戏。所以讲车鼓阵，伊是较我迄个戏剧的表演的形式较重嘛。比如讲伊内底有迄个故事啦，啊，伊除了唱曲，毋是讲干那去表演迄个曲，其实吼，伊个曲事内底是甲戏有真大的关联嘛吼。老师啊，你认为讲为什么吼，伫即个现代社会中间吼，以早咱要看车鼓真简单，但是为什么即马要看车鼓遮尔困难？哦，第一项因为车鼓是一个歌舞的小戏吼，啊，这也爱功夫啦，像讲为跳舞，先爱先唱歌，爱歌会晓唱，啊来较教伊安怎跳舞，啊来再学后场，哦，所以讲伫即个有家己的感觉，讲这真正人讲爱3冬啦，3冬哦，3年吼，这较我都讲有到一个程度吼，啊，所以讲即个伫今按即个现阶段的社会强调。素食文化啊，浅碟文化啊，所以变成做这个爱练的，我马上给咱用。是啊，变成这种爱靠功夫底的物件，慢慢啊，因为困难啊，大家也无啥想要学，哦，相对个啊，甲按这种英国民间的小戏、咧娱乐的小戏，变成个较慢慢来流失哩。教练，你碰到这个囡仔吼，你有啥物困难点？就是讲头拄老师有讲啊，哦，我即马爱用3冬的时间去训练一批囡仔。啊，这个囡仔，伊是毋是学毕业了后啊？你都要自头佫开始教。对。吼，啊，你这个过程中间，你会感觉讲，你上感觉讲这个水味吼，而且讲你安怎去做，你即马咧做的代志，安怎去互伊发展起来？有看你有啥物款的感受啊？发展哦，就是囡仔教了过毕业对毋对？啊，毕业有头个定来，这段时间比较较辛苦。是。啊，重新过来。是。系啊，有时啊囡仔咧学哦。有诶较介意学，有诶较无啥，比较无兴趣。虽然讲伊知影讲这是咱台湾的文化啦，或者是民俗啦，但是伊认为讲，哎呀，咱学这都是咧开时间、趁时间，吼，啊，你耽误着学习。其实
有影学艺术的囡仔吼是袂变歹的啦吼，对无？啊，当然啦，艺术吼是需要大家吼共同来甲伊传承落去吼。啊，面对着咱这个50+10的社会吼，啊，这个文化慢慢的会去衰微去，咱会去感受到讲，其实吼。不管是车鼓啊，还是跳鼓哈，这拢是咱真重要的台湾文化。当然啦，这个话题讲袂完，传承的工作吼嘛是爱继续做。咱的广告遮，咱先一休一下喘，饮一水啊茶。咱踮面遮请两位老师来继续甲咱分享着关于恁所知影的跳鼓阵甲车鼓阵。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按这个表演水这个过程中，按去了解按车鼓传统，所以讲按伫咧表演，尤其车鼓弹顶头会绑一个头花，迄条头花就是讲啊白是按演就是古早时代做囡仔要嫁翁，阮咧讲做新娘嫁翁的穿插的模式，啊来绑一条这个头毛巾啊，吼啊来做表演，这是传统伊的车鼓基本的配件。哦，一定的衫啊，一般穿插个按较早期当然就无遐水啦。啊，无就咱讲戏服，哦，拢会做按进表演，这已经甲演做戏服。啊，查甫伫古早时代就一条短裤鞋啊，啊，查甫顶多咧穿较简单，就是一领 spring 啦，就是汗衫、衬衫，啊，一领短裤鞋啊，啊来绑一个腰巾，啊来咱开始跳。它是一个很传统，可是因为按即马现代化了，按要就迄个舞台表演效果，所以按尼甲这个鞋裤按个改良吼，较水、较青颖。伫阮庙要整修的时阵，要重建整修的时候，吼，才发现到一卡箱啊，才会知讲，问才会知讲，迄是阮以前伫阮庄头上盛行的迄个车鼓。找到这个之后啊，吼，问时代，因才会讲，迄大部分拢唔知影，会敢若剩几个，迄个时老演的有伫的尔，啊，去大因问，但是伊嘛拢袂记啊，那就是这样子讲一句，你会知无？然后倒起来就只有几句，那还是不是很完整。啊，因为吹出来这车鼓啊吼，因为咱想讲可能甲别人车鼓共，结果无共，因为这是消息要50年啊。但是即马看到咱拢是看到敲啊，吼，2个主板的那个敲啊。啊，阮庄的所有印象对敲啊根本，迄毋是阮庄的物件，阮庄就是钱铃啊，钱铃就是因咧讲就是乾隆棍，这种物件，敢若即马伫台湾，敢阮中华里阮遮有尔，所以这是我们的特色。哦，拄则吼，咱伫即个美食内面啊，看到真济即个后场吼的即个表演啊吼。啊，即个后场内底有真济乐器对无？啊，咱即个车鼓阵内底吼，所使用的主要的乐器吼，大概有几多种？你甲阮介绍讲这是啥物乐器？第一项这吼就是卡卡迄个卡卡弦。卡卡弦。伊主要是因为伊这个是用椰子壳，椰子内底咧两百粒啊咧做，哦，这个卡卡弦。哦啊，第二个就是大弓弦。啊，弓弦。啊，这个弓弦是德弓，因为伫咱南部是用迄个拿豆，拿豆骨类车啊，这即马拢大部分用德弓，因拿豆要厝啊，较无通厝啊。哦，这是大弓弦。哦，啊来第三项基本乐器是这个月琴。月琴。哦，这月琴按2条的月琴。哦，这种系2线，这是咱传统的一个乐器。哦，啊第4项就是拼啊。拼啊吼。车鼓这种，阮都讲拼啊管。哦，拼啊管。啊，你啊南管，咱就讲洞箫管。是。哦，啊拼啊管其实就是用拼啊来做定音，因古早时代无像，咱即马有咧调音器啊。是。啊，所以咧调音一般用拼啊管，因为拼啊
试落海音就是准的，啊，都用迄大家来下迄个弦管的，按讲这调音。啊，我知，因为咱这个卡啊好啊，伊是无品，所以讲主要是用品啊来决定的。对。哦，啊，再来配合着这个弓弦呐，吼，啊，这个卡啊啦，吼，啊，还有这个乐器，所以讲这4项组合起来了后，啊，就变作是一个车鼓阵后场主要的乐器。反正伊这是一个传统的基本乐器。是。啊，来这看即马社会现代化流行，你要加啥嘛有人有迄个把恁咧斗用，拢会使。所以讲这4项是一定爱有的，对对。哦啊，咱除了听到讲这个是有迄下弦啊的啦，啊咧分品啊，啊有一寡道具对无？迄叽叽夹夹的物件，啊有这个尤其是这啦，伫我面头前吼，我对这真好奇呢。这有做啥？这是不是有做4地啊？伫4地也有人讲吼，啊伫阮南部是讲敲啊，啊有人讲四宝。敲啊就是一种安尼表演过程中，除了是道具以外，会当拍一个花字啥。啊第二项，佫会当下做节奏。伊敲啊咧起吼，就主要是就是爱一个虎口夹的。哦，虎口。虎口甲夹的。安尼夹的。啊，互即个迄个底下做的即个皮外向外，因为即个一个弧度。啊，另外即个甲夹无安尼吼，啊用夹无。啊来，安尼慢慢啊去1、2。哎呦，有。吼，啊这是上基本的。是。吼，啊你也是师傅级的吼。是。啊，这有影师傅级的呢。啊，无啦，吼，这爱练，这有影爱练。其实我感觉这困难点是啥物所在，你知道？4地分开的，啊，要甲夹做伙安尼，啊，摕好调，啊，佫有人花，哦，这真快。哎，教练，你甲我人一下花者无？啊。再拍一个，讲一个上下。是。顶关一个，下面一个，啊个摇一下。啊。哎，刚有4拍嘛，1、2、3、4。安尼，哦，安尼，我也是吼，唔通学遮尔济物件，啊，无吼，拢学拢我拢会晓，以后大家拢变专家啦，吼，这讲俏谈啦，吼。今仔日真有因缘嘛，有即个机会吼，就两位老师啊、教练拢伫咧现场吼，啊，你会当既然乐器拢伫遮，物件拢伫咧现场，啊，你会当为大家吼，就示范一个讲吼，唱一下歌咧。知影讲吼，即个乐器吼，甲歌中间到底是安怎有一个牵连，好无？咱来请教练甲老师甲咱示范。今仔日吼，因为一般按车歌拢会听到四门谱啦，就是放盘洗身躯迄条。啊，这我会晓啊。啊，阮今仔既然来啊吼，我来弹一条较无共的一条龙年谱。安尼哦，咱先来听，啊听煞了吼，咱就来解说这其中的意思。哦，啊，来麻烦老师甲教练。哇，真深色，真趣味呢！老师啊，教练啊，咱拄则吼，伫这个歌内底啊，哦，有听到这3个字，罗里莲，吼，对无？是罗里莲。对。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罗里莲这3字伫一般来讲伫迄个咖喱戏，咱真咧看迄吊红啊，迄个咖喱戏，因为阮车鼓算吊红啊，这个咖喱戏慢慢啊传落来一个分支出来的。动作哦，啊，这个罗里莲伫南管内底是相公爷要出来打病正场的时阵，会唱这条罗里莲，因拢会讲这是一个颠倒元帅的新旧。是哦，啊，伫阮伫南管内底是一个我过门客。过门客。啊来，啊，阮车鼓嘛有这条，不过阮车鼓这条是一般有的所在会甲当做是咧开大小门。啊，4门还4门，啊开大小门。啊，阮伫山尾呢，阮拢甲做一个囡仔拄开始，因为个刻点吼较轻快，旋律较轻快，所以阮会甲当做囡仔入来入门客。哦，是，所以讲正确的读音应该是罗里莲。唔是弄榴莲啦，我是讲真侪人拢讲啊，就敢若像咱咧外口弄榴莲迄个意思，讲咱做戏啊，还做车鼓阵拢咧弄榴莲，唔是这个意思啦吼。其实呢是有一个过门客。除了这个敲啊以外吼，我看讲还有一个物件吼，这叫做洞箫咧，假如唔对咧，摇起来有声咧吼，这有做啥？这个钱龙棍。钱龙棍哦，为什么是因为内底这有钱吗？对。
因中部遐做钱铃，铃铛的铃，钱铃啊，毋过惊谐音无好听，阮就讲钱铃。哦啊，第一项伊这铃的音嘛较好听，所以钱铃棍。是钱铃棍。这足早有啊，这是伫因中华吼二林遐，因为带一个缘分呐，因的庙要订修啊，内底一卡箱啊刻出来内底乐器。啊，迄个社区理事长讲，啊，这啥物件问个老一辈，啊，较早讲英国这个车鼓店，一个音源，啊，因咧找迄师傅，因拢是因消息50天，消息50天，拢无啊。到尾新明师嘛，啊，佮问新明讲，啊，佮师傅伫安迄个溪口的二林呐，哦，啊，因就当啊找啊，找到中华北啊，迄个婚林土库拢问啊，因拢奇怪，因讲的迄假因咧练的英国无啥教，是，哦，啊，因一个音源来找着我。啊，我是讲哦，恁这真正是消息的，已经足少人已经袂当讲无啊啦，是，伫有看到记录拢无啊，哦啊，所以讲安尼甲发现，啊，而且因发觉因这是一个七项的拍法，哦，啊，伫咱这站囡仔伫迄二林遐甲练了。因即马咧回想讲，迄只新名咧找，啊，我后尾讲，毋是恁二林镇啦，迄个二林吼是阮林园，我林园啊，我姓林啦，是你的讲的二林是即两个二林的款哦，原来是有即个技巧的音乐。啊，所以当然啦，这拢是有真侪因缘际会吼，就是比如讲，即个物件消失50年，啊出现，即马佫恢复起来，吼啊，即个拍七项的即个过程对无？讲我较拄啊吼，有偷偷啊甲老师小练一下，吼，小学一下。就讲我刚刚讲即个拍七项哦，嘛真特殊呢。咱老师啊，你来讲，佫教一个啦，毋通讲我会晓尔，大家拢会晓，因为有健身的作用，佫有健康，佫会当运动。伫社区真正是做好推动。有影吼，即安那用啊，咱来教一下，小教一下。两棍咯，紧来使来甲恁教一下，这边安那用啊？好，按一般吼，手请手起来，来第一个共脚共手，一、两，来手伸出来，第三、第四、第五肩胛头，另外一个第七个，换手，共脚，来共脚，好，有顺哦，厉害哦，再来换手。啊，唔着卡，我知，有影小叮当者，规身躯拢热起来。对有影吼，娱乐的作用之外吼，其实啊，还有一个健身的作用，对无？会当运动的。这有影凊彩叮当者，拢规身躯吼，拢全流汗，而且吼，拢真运动着。其实你看，这个项目吼，这个娱乐吼，是较好的一个作用，对无？吼，唔单是敢若这个艺术啦，其实吼有带动的作用哦。大家会当伫这个过程中间哦，会当得到真侪好处啦吼。当然啦，伊到咱即满讲火十岁的时代内底吼，伊有一寡时代意义，咱有一寡创意。所以讲啊，以早有一首这个车鼓诗吼，是安尼咧吟唱，伊是安那去吟唱咧，伊唱讲吼。岁人是兵落殊途，迎新赛车车高高，遥遥路过无因杂，旗国女讲看花宝，有赞无？无啦，毋是我唱了赞，是即曲内底吼，原本即个歌词的意思吼，即个诗的意思，就是真描写着讲迄个时阵，吼，大家咧兴趣有即个看即个路车鼓阵啊，即个过程。所以讲吼，毋免烦恼，嘛爱烦恼。毋免烦恼的是，有一群人一直咧投入即个推广；爱烦恼的是，你无来看。所以讲，大家啊，乡亲啊，有闲的时阵哦，咱斗阵来去看车鼓阵，斗阵来去人车鼓。感恩老师，感恩教练，今日大家到现场，感恩。这时间真紧，着一坎站，暂时离开着真不甘。大家若是无去嫌，伊咱后礼拜才过来谈，嘛才过来谈。报道歌丁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后礼拜请继续收看报道歌丁。